大家好，喺今年11月4號呢個秋天開始肅殺嘅日子，卡尼會宣布佢第一份財政藍圖。呢份預算案唔單止係卡尼由央行銀行家轉戰政壇之後嘅第一場傑作，亦都係應付美國貿易分歧、通脹餘波同埋國內赤字嚟氹嘅關鍵一擊。卡尼曾經承諾會平衡財政同埋有世代式嘅投資，又話要令國家成為 G7 裏面最強嘅經濟體。預算案預計會注入巨額資金喺國防、房屋同埋綠色轉型，同時又話會逐步縮減赤字，去到 GDP 嘅1%以內。但係佢有一個備受爭議嘅創新，卡尼政府會將預算案分拆做營運 operating 同埋資本 capital 兩大類別，呢樣已經成為輿論嘅焦點。咁樣做係咪為咗俾大眾對龐大嘅支出有個靚畫面，或者係有個好觀感，定係政府試圖用會計術語蒙騙公眾，掩蓋真實嘅債務壓力呢？唔少獨立媒體嘅剖析揭露咗呢場財技遊戲其實係一隻手嘅兩面。卡尼政府嘅分拆策略源自選舉前嘅承諾，旨在將日常行政開支，例如薪酬同埋福利，同埋長期投資，例如基建同埋研發，分拆之後擺上台。官方嘅論調係咁樣可以提升預測性，資本嗰部分可以跨年度分攤，俾省市政府同埋投資者有足夠時間超前部署。營運嗰部分就承諾喺中期實現平衡預算，避免借貸度日嘅惡性循環。自由黨嘅文件仲強調，咁樣係生產力革命嘅一部分，仲會全面審查支出，取消冇效率嘅項目，為經濟注入活力。咁樣講，乜呢啲嘢喺過去10年咪一路都做緊嘅咩？表面嚟講就講到好似好革新咁，尤其係加拿大長期以嚟慣例喺春季預算搬到去秋季分拆，或者真係可以令財政好似啲企業財務報告咁清晰。不過唔少獨立媒體同埋財政監管機構嘅視覺就唔係咁樣睇。黨媒 CBC 報道，議會嘅財政預算官雖然肯定政府會遵守公共會計準則，但亦都好憂慮佢哋對資本嘅定義咁寬鬆。好多項目好似補貼同埋稅收減免，竟然都被歸入資本嗰一類，實質係模糊咗營運同埋投資嘅界線，咁有可能赤字被低估。咁樣令人聯想到卡尼做英倫銀行行長嘅失敗實驗。類似嘅分拆曾經用嚟美化債務景象，但最終暴露係政治嘅煙幕彈。國家郵報同埋金融郵報呢啲獨立媒體更加直接講，呢啲係卡尼嘅會計魔法，不過將數字搬嚟搬去，重新分類，跟住就話營運平衡。其實喺資管嗰邊條數就堆積咗2550億美元嘅新債，分散公眾對總赤字嘅注意力。保守黨嘅批評者好似 Glenn Moss 喺社論批評，咁樣做不過係分散視線嘅把戲，俾選民以為佢慳咗錢，實質係令佢喺美加貿易戰更加被動。喺智庫上嘅討論就有更加細緻嘅分歧，有一派認為分拆可以俾納稅人睇清楚啲錢用咗喺邊，增加財政嘅透明度，尤其喺房屋危機同埋 AI 投資嘅浪潮下，政府用多啲資本或者有必要。另一派就認為係蒙騙大眾嘅前奏。Scotiabank 經濟分析警告，如果資本嘅定義太過彈性，表面係投資，實質會推高長期利率同埋稅務負擔，普通家庭難免被犧牲。卡尼嘅不同預算紀律講到好有理有據，但就被質疑係精英遊戲。
銀行家或者最叻做經濟模型，但非常離地，完全感受唔到基層嘅困難。總之，呢份分拆預算係卡尼一手想營造嘅靚畫面，定係蒙騙公眾嘅陷阱？獨立媒體都係傾向後者，認為不過係延續自由黨舊路嘅變奏，用術語包裝債務，用改革之名行擴張之實。我都傾向呢個講法。睇下聯邦內閣，有一半都係前朝同一班人，點解會有人認為過去10年都做唔到嘅嘢，而家會做到？真相或者係殘酷到你唔想知。加拿大會蛻變成為蝴蝶，定係深陷喺一片集體嘅虛幻當中呢？無論玩乜嘢花式，信貸評級機構絕對一眼就睇得穿。無論係乜嘢模型同埋指標，點會俾政府昆到？或者某啲死忠支持者覺得投資喺未來好應該，但對債市同埋投資者嚟講，呢啲不過係煙幕，改變唔到國家財政嘅核心問題，例如債務堆積、生產力低迷、美加關係、企業外移嘅壓力。聽日預算公布之後，如果赤字超預期，評級機構嘅警鐘就即刻響晒，話唔定有信貸降級危機。今日分享馮先生文章嘅內容，講默書，唔同年代嘅香港學生都一定試過。有啲名校小學喺1星期裏面有中英文默書各一次，要背默嘅內容都好深。喺呢個已經唔寫字嘅年代，默書仲有冇用？歡迎各位留言講講。以下嘅我係馮先生嘅自稱。天水圍樂善堂梁球具學校近日宣布，由呢個學年開始取消中英文默書，改用遊戲或者係用 AI 令學生識字。校長話教學嘅策略應該多元化，例如用 AI 作曲。學生預習之後聽歌填詞，比傳統嘅默書有趣，對加深記憶有幫助。網上嘅反應不一，有人覺得默書冇用，早就應該廢除；有人就擔心唔使默書，學生更加缺乏動力學習寫字。我自己就認為默唔默書唔係重點，重點係點樣默。默書係咩呢？傳統嚟講，就係老師朗讀文字，學生要盡力一字不差咁樣寫低，事後對照原文，改正錯處。咁樣嘅學習方式可以追溯到去中世紀，甚至係古羅馬。但係最早嘅默書並唔係為咗評估，而因為當時仲未有印刷術，好難有書本，學生只好聽老師口授，自己喐手筆錄。去到19世紀，西方嘅教育慢慢普及，默書先至成為語文教學同埋評估嘅標準工具。以19世紀中葉嘅法國為例，默書係小學畢業證書嘅核心評核元素。自從1880年開始，當局規定默書如果有5個錯誤，就評為唔合格。可見當時法國小學畢業嘅要求都幾高。一張沙紙在手就已經係就業升職嘅通行證。喺咁樣嘅歷史背景下，默書亦都慢慢成為全球普及教育嘅核心評核方法。而家已經過咗100幾年，就算有 AI 輔助，但係人類所謂識字嘅標準並冇改變。要寫得出中文字，洋文要串得啱，抄寫同埋記憶依然係必須。問題係傳統嘅默書係咪最有效嘅學習方式？其實默書嘅形式早就不限於老師朗讀、學生抄寫咁死板。梁球具學校用嘅遊戲學習係乜嘢？我就唔係好了解。但聽聞英法等地嘅新派默書法行之多年，亦都比傳統默書更加有效，仲可以減少學生喺聽同埋寫嘅錯誤。法國有一種叫做協商式默書，分為3步。第一步
係每個學生單獨聽寫，就好似傳統默書咁樣。第二步係令2、3個學生組成小組，一齊討論默寫嘅文章，可以參考字典、課本，重點係討論必須基於理性。組員要提出理由，解釋或者辯護自己嘅串寫，最後達至共識，將默寫嘅內容寫喺一張紙上，每個組員喺上面簽名。第3步係老師喺黑板寫出正確嘅答案，解答學生嘅疑問。呢3個步驟都冇涉及評估，只不過係學習。完咗協生式默書嘅第2日，老師可以朗讀同樣嘅課文俾學生默書，呢一次先至正式計分。英國學校就有另一種玩法，叫做聽寫重組。老師朗讀文章，學生只需要寫低關鍵詞，然後自己重組文字，寫出嚟嘅嘢唔使同老師所讀一模一樣，能夠做到有原文嘅意思就夠。呢種默書方法貌似創新，我覺得不過係復古。早喺12世紀，哲學家柏納德，佢嘅名言係站在巨人肩上，已經要求學生將前一日聽過嘅課用自己嘅語言重組出嚟。索爾茲伯里嘅約翰就形容呢個教法，佢咁樣講：喺佢哋嚟講，後一日就係前一日嘅學生。聽落係咪好似現代嘅讀寫重組？由此可見，古法唔一定冇價值，有時新到盡頭就係舊。使唔使廢除默書，或者唔係最有意義嘅問題，真係應該思考嘅係乜嘢形式嘅默書先至最有效呢？今日分享到呢度，歡迎訂閱、分享或者用超級感謝支持，多謝收聽。